恭喜！听讲迄头做阿公啊？嘿啊，迄样一张相就奖么？哇，是彩奖！两公者就上配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请问今日学到上空要解么？我上头加钱，去日当新闻搭写字，今日就来骗你贷款。俺是迄第一款色天，可是迄俺，人讲的高山仰日头，下山仰门柳，欺负迄真好的事情啊！请问迄甲银行借贷，也迄甲私人借钱？迄甲银行借钱，银行就提醒甲第一款色天申请时做好么？做好啊，我就真批。我爱甲迄对一下第一款色天申请时，麻烦请迄摕身份证和认字。一条现爱真批的证件。好，请等下。迄临时托做阿公啊，申请天初真好。现时写字拢就一家的想法。古作人讲，讲就信，莫讲就信，这是因。只要个人欢喜，我嘛欢喜。嘿啊，迄个写字真优秀。阿公，我俩先甲迄收签，审核考验了后，要通知迄力量。他方权利进面试，俺收去面试呐。好，真落来现。